欢迎收看《代志挂大条》，我是杨淑晴。这回来关心台湾文化语言甲在地特色发展的大代志。台湾是毋是会出现第7都？新竹县市甚至标立敢要合并升格，成做一个新的直辖市，是最近政坛当咧热烈讨论的话题。这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人口数，因为新竹县市加起来才102万人。也无到地方制度法规定上低的125万人。毋过，咱即2集暂时无要讨论新竹，咱先甲焦点锁在6都内底，伫南台湾的高雄甲台南，即2个都市拢是县市合并，即阵嘛拢是直辖市。毋过，共款有人口的问题。先来看高雄，4年前高雄和台中并过，都市人口数为全台湾第2降做第3，而且佫一直流失。即马只剩275万人，是10年来上低。其中上严重的田寮区，当地田寮里去年完全无红鞋出世。这个所在高龄化、人口外流的现象有偌严重？咱做回来看卖。每礼拜3，田寮里这个庙埕会当看到社区民众来开讲，这拢是65岁以上的时代，阁有一位阿嬷今年102岁啊。7%拢是65岁以上的，大部分的伊的年龄层是伫咧80几岁左右，嘿，所以嘛是上少年的囡仔应该是高中生的年岁，大概16、17岁左右。所以恁遮拢无囡仔？阮遮无囡仔咧。里长讲，田寮里这4年来，敢若加3个红圆仔户口拢无住遮，全里目前370人，上道咧街路短短100公尺，住无20人，真侪红遐厝拢是空厝。讲到田寮，就会想到介出名的外世界。毋过，遮其他的所在嘛无啥人，规个田寮今年剩无7000人。这间是田寮唯一的早顿店，头家讲因是愈来愈无生意。20几年前做的时阵，这个国小囡仔差不多要200岁啊，隔壁国小，正是剩60几岁，我也甲关开，我规个田寮无半间早顿店，你敢知影？嘿啊，关开，虽然是剩3间学校，毋过问题，这囡仔足侪。拢依赖阮一间店咧生存。菜摊，一个肉摊，一个鱼摊，阮规个田寮就是遮。来到田寮市场，敢若剩卖菜、卖肉、甲卖鱼，拢总3大，街路无人。亲像丁素贞的查某囝安尼少年人，转来故乡的实在无几个。无啥物工课通好做嘛，就无工场。即摆的少年人嘛无啥伫做事啦。附近若是有啥入珠科学园区啦、关庙啊、关庙遐啦，也是高雄台南市遐，嘿，阮即摆拢走去外口咧做工课较侪啦。田寮是国家发展委员会认定可能的消失的偏乡。高雄市人口确实直直落，2010年县市合并时有277万外人，3年增加6000人，刷落来就一直减。今年7月剩275万人。高雄出生率比全国较低，加上人口外移，这个永过是台湾第2大城市，已经互台中并过变第3。台南现在目前有一个科学园区，刚好靠近在我们北高雄那个地方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个生活圈都跟它在一个结合，多多少少有一些磁吸效应，我们的人口也跑到那边。我们原来的传统产业都较老袂着人目前高雄市推动亚洲新园区、桥仔头科学园区等等，拼产业转型，希望甲少年人留落来，佮会当吸引外县市的人，化解人口危机。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咱咧讲一个所在有人口老化、外流问题时阵，天然灾害可能是一个起因。若产业甲观光，敢会是药方？来看高雄另外一个区甲仙。甲仙的人口伫11年前8月风灾了后，大家真紧，目前剩无6000人。加在原本长期的南环公路已经开放部分的路段，这1年来，当地观光产业豆啊恢复。
但是人口老化流失的问题由原正严重，变怎解决？来看阮的报道。看到这座家式的大桥，就知影到架线啊。平常时的商店街，加减有车辆经过，游客四四散散。若无拄着疫情，这一冬来架线观光已经豆豆啊恢复。人客啦、外来客啊、游览车一直开互阮遮有感觉经济回数足济。虽然有生理啊，架线观光伫个莫拉克洪灾迄时阵崩盘，真侪架线人早就搬走。洪灾前阁有8100人，即卖人口无到6000。老街遮的路店嘛一间一间收起来，剩空厝甲老人。我们甲仙这好可怜，垃圾车6点过来，你差不多7点的时候，你站在路中央半个小时，它都没有半部车过，连一只狗都不会跑出来。甲仙遮若有嫁娶，有结婚的囡仔若生咧，差不多拢住外口。为着啥教育？因为你早晚拢爱出去。陈建中是湖滨城第2代头家，伊讲架线进前有20间湖滨城，即马剩8间。留落来的业者大部分拢爱兼采趁食，就亲像干滚油。伊是餐厅头家，嘛是抄电表的。像我嘛有饲猪啊，阮伫老厝遮啊，就是算讲饲几只猪，阮平常时啊拢是伫外口，伫走来走去咧抄电表。阮太太就是未开店的时间，伊就先去送菜。去送菜，去算讲增加阮家己的收入，互囡仔伫外口读册安尼。嘉在架线观光等着南华公路梅山口到天池这段，伫旧年初开放通车。其实咱南华公路梅山口到天池这段内底歹影上严重的，就是这个路段，这个维金溪这个路段。以即摆来讲啦，逐工的车辆拢变做差不多200几只，假日差不多就是400只至500只。以南华这片、南横的这片山林来讲，这个人口是上好的一个人口啦。南华公路开放一冬以来，已经有游客转来架线，不过要安怎甲少年人找转来故乡呢？甲仙不是大的观光景点，所以南横也只是路过。那我们如何让大家可以进来甲仙，可以有深度的体验认识？这个也就是让他们留在这边，比如有一些农事的体验啊，我们饮食文化的体验。我的含纳马下配合，含宝来配合，含这条沿线，包括未来呢，我都通加台东，我那个含关山来配合。这个因为现在都是旅游观念是区块性的。架线业者要是唔忙，南华的赶紧专线通车，甲沿线景点结合，观光人潮转来，架线的发展要是有希望。记者邓阿文外为做高雄报道。毋若是高雄，12年前县市合并升格，成做直辖市的台南市，真侪所在同款是人口老化，少年人出外食头路。中央也为2019年开始推广地方创新。其中，台南官店的菱角炭是一成功的案例。当地甲菱角壳变乌金，研发各种产品回馈社区，也来协助农民改善水质。地方创新敢真正会当抢救流失的人口？来看官店的故事。一趟头都得包半。这大半卡，这个头3公斤。这一卡一卡的铁桶，就是甲菱角壳变乌金的所在，用正轻度的高温，甲菱角壳烧甲变乌炭。原来乌烧烧的菱角炭会当去除臭味，净化水质。17年前，关店区长甲清大教授发现这个秘密，联手打造乌金合作社，社区甲农民加入，嘛改变关店的命运。伊讲因为菱角两个尖尖较大了一点，因为伊还佫继续种植所以因才甲放火烧。所以伫7年前，这个来关店的时阵，
就是烟雾弥漫。合作社就一年3000多栋的壳变乌炭，毋若研发各种产品，处理零角壳，互当地时代有代志做。合作社开始趁钱，回归社区，嘛有20岁少年人回来故乡加入。像这里就是资源非常少，对，所以其实会主动留下来的人真的是很少。很幸运的可以认识到这个地方，然后也加入这个团体。吴玉健是67年前为着照顾时代，回来故乡做田。伊是合作社股东，伊甲零角炭放伫个田底，会当减少落肥甲蛇药啊。伊讲，即几冬回乡的青农至少70人，毋过袂少人最后还是放弃。都等于伊的老本土曾经等于大工厂的嘛真济啦，因为袂适应，即阵仔话有小可咧回流啊，因为你像因倒来话是交地方创新有关系嘛，啊，佮家落开店啊用迄个零角炭相关的物件，用咱地方的物件嘛，安尼会当互咱迄个少年的有可能后日会加减搁较侪人倒来。只不过推动地方创新虽梦成功，学者认为第一时间甲二看到人口明显增加，应该用更有一点耐心、更长一点时间来观察。就业机会是关键，不过人们对于居住地的选择，就业机会也只是其中之一。推动产业的同时，对于地方环境、基盘建设的投资等等。生活品质的提升也应该全面性的来推动。亲像高雄产寮争取成立地质公园，嘉善要推广小旅行，拢是毋望地方的特色带动产业。毋过人口问题袂使干那靠经济来解决，地方创新嘛也有真济路爱行。记者陈嘉云、赖伟做台南高雄综合报道。像咱袂当鼓励着遮个中年人转来，像阮即摆安尼40-50岁转来，其实嘛是有可能有机会会当做真侪代志啊。欢迎回来，代志挂大条。这2礼拜，咱拢来关心南台湾的人口问题。头拄则咱有看到高雄甲台南这2个大都市，拢有出现人口结构老化，尤其是一寡较偏远的所在。今日咱就邀请到投入台南市政监督甲参与已经5冬的台南新街，伊也是理事长，欢迎严婉玲。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苏景好。是，咱头先先请婉玲来甲咱小解讲台南新街这个团体是咧做啥物代志？台南新街是一个伫2016年开始成立，主要拢是少年仔来成立的一个团体吼。伊上主要关心的议题，拢是甲市政有关系的议题，甲台南市整个市政有关系的议题。比如讲，阮会去看讲议会平常时咧问啥物问题啊，有算安那心理啊，也是讲今仔台南市有啥物大条代志，譬如讲前一站可能无落雨也有问题，落雨有问题，像这个问题，咱都会提出来甲市民来讨论吼。是，尤其咱是用有的方式是用伫网络顶管嘛，伫网络整理资料，所以咱嘛看到新街其实捌整理一份，就是咱台南人口的专题。这个专题是咧讲自2010年到2020年，台南的人口有淡薄仔成长，看起来敢比高雄搁较好一寡。但是到今年2021年来看吼，咱这台南的人口当搁有较倒球转去，敢会使甲咱简单说明讲，咱有观察到啥物款的现象？我先解说一下，啥当初新街来做这个专题吼，就是因为讲2010年的时阵，其实台南市甲台南县是2个县市，台南市迄阵真小，就是一个直辖市的范围尔。台南县真大，但是人口足少，所以迄个时阵，几啊个城市，譬如讲台中市。高雄市迄个时阵拢咧讲合并即个问题，台南其实迄个时阵合并的条件是无够的，包括人口也好，也是讲迄阵提出来一寡条件，其实阮是无符合的。但是迄阵阮就有专案来申请讲，是毋是会当用别种方式来互咱升格？迄阵就用即个文化的都市即个理由来升格哦。10年来，阮就咧观察讲，升格了后到底改变着倒一寡代志，人口嘛是一个真重要爱去观察的现象。所以，阮就咧开始看讲，10冬前
台南市甲台南县合并起来，进前的人口是偌济，10当后是偌济，而且我嘛来看讲，当初是迄个时阵合并内底有一个计划书，讲以后可能会生做啥物款。我看迄个计划书内底就讲合并了后，台南市的人口会突破200万人。结果即马原来是阁敢若109万尔吼。其实即个109万甲10当前，差不多敢若加4000人左右尔。其实是真少的即个。成长吼，10年来4000多人对，而且这个4000多人是佫包括讲出世的，佫有对外口搬来台南住的，即种拢算伫内底，所以可能出世的人是佫较少，吼，所以这个问题咱拢会发现讲，就是台南的人口会当讲是无成长啦，对，甚至就是像拄仔讲的，今年佫颠倒佫倒球安尼，所以整体来看，会使讲，即个无成长是规个台湾拢面对着的问题吗？对。高雄田寮，伊是去年完全无红影出世，高雄田寮其实是即个外世界地形，咱台南嘛有一区是外世界地形的。零行，所以伊嘛是算咱台南较偏远的。是人口较少、较老化的一个所在。所以像台南，敢有像拄着像田寮即个问题是完全无红影出世的。应该是安尼讲，迄可能是比较的，就是加甲减之间安尼落来，就是譬如讲，可能有是大人过身，嘛有囡仔出世，但是到底是大人过身的较济，还是囡仔出世的较济，安尼加起来去算的，我应该是无看着讲一个拢无的。一个拢无的，迄个例可能就是田寮伊足特殊的就对。想要解决即个问题啊，其实咱有画出一个就是电风创新，因为像台南关电，伊最近咧推甲零甲碳，咱就是讲电风创新啦。那咱副总统伫2019年嘛，画出电风创新元年。就希望少年人转来故乡啊，带动电风的发展。所以就婉玲，你的了解，咱电风创新的这个政策内容是啥物啊？应该安尼讲吼，电风创新这个代志是一开始是学日本，就是日本迄个时阵，到即马嘛是啦吼，就是甲咱共款，就是拢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乡村的所在真侪拢。无人，所以迄乡村的人愈来愈少，所以因希望会当透过一寡，譬如讲产业的再造，还是讲发条的即个松绑吼，会当讲互咱即个少年仔有意愿转来甲即个乡村内底来过生活。日本差不多伫10当前开始杀即个代志，伫台湾差不多嘛是这4、5当开始有政府来学即个物件转来，开始伫台湾要来杀动吼。阮就发现讲一个代志，就是讲，因为伊即个规模无可能，下到每一个乡村的时阵，无可能偌大，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嘛。你其实是无法度期待讲，即个地方创新会当早来，会当带来，譬如讲几千人、几万人的人口的即个迁徙吼。但是咱会当期待的是啥？是即个地方佫较有活力，即个活力就是讲。少年仔愿意转来住，可能敢若几十个仔嘛无要紧，但是转来的时阵，因有机会，互遮的士大人摕到更较侪服务，譬如讲，长照也好，还是譬如讲像遮的消费的功能也好，因拢有机会，互即个所在有更较侪人愿意来，用这慢慢去带动。目前为止，即个政策推动到即马差不多3当左右吧。我是感觉成果佫无足明显，但是咱会当佫期待看卖啊啦。电风创新虽然讲咱伫短时间内可能就歹去看到一个成果，但是咱敢有发现讲，就是伊较歹去推动的一个困难点是啥物啊？我感觉有的时阵吼，咱国家的公务人员咧制定政策的时阵，咱去思考一个代志，就是中央看到的代志。甲地方会看到的代志，无一定共款吼。就讲，譬如讲以地方创新来讲啦吼，咱中央咧想的可能就是讲我是毋是甲啥物款的资源投入去？但是阮伫地方听到的真侪就是讲，你的啥物法条若无去修改，其实譬如讲地目，还是讲譬如讲即个投资的即个限制，无去修改的话。其实真侪商业的活动，原来有无法度活泼起来，所以咱其实爱去看即个代志的时候，毋是干那伫台北一个冷气空内底想讲安尼应该有效。咱实在是应该要转来甲地方，先甲地方来讨论讲，遮拄着的问题是啥？再转去台北去讨论讲咱有法度用即个方法去解决无？安尼。
尤其可能每一个社区拄着的问题无共，咱袂使讲一套标准扛落去，就大家会使照即个 SOP 来行的。可能今仔日宜兰的一个乡村，甲一个台南市的，譬如讲做阵，拄着的问题就无共款，但是若用同一个方案，其实无一定适合啦。对。所以像地方创生啊，咱敢会嘛会发现讲，其实你讲好，可能讲几十个人转来，还是讲好，就是。好着迄间店，咱无法度整体感受着讲人口真诶有偌济人转来，偌济人生囝安尼。你想诶是讲，咱真正爱一直去想讲人口就是愈济愈好吗？其实咱无一定爱咱转来想即个问题。其实若是台南市本来就是一个可能150万至200万之间的即个人口的规模的城市，安尼嘛真好啊。啥那咱一定着爱感觉讲人口一直成长增加，安尼才是好代志。其实咱嘛会当转来思考即个问题啦。像咱即个地方创生第一时间内无法度看到人口的变化，咱有可能一寡偏向就安尼消失去啊。我是感觉袂消失啦。但其实地方创新会当做的，毋是讲人口大量的增加，但是会当增加的是地方的活力。那地方会当活泼起来，真侪人愿意来遮，就算讲伊无长时间住伫遮嘛无要紧，伊可能住隔壁，但是伊愿意来遮消费，来遮读册也是安怎？其实咱咧想代志的时阵，莫干那想讲，一定就是人口增加，才有新的效益出来，无一定。其实就是讲，咱用即个生活圈的范围来想的话，有可能咱更较大的来想，即区的人安怎伫遮会当共同有更较好的生活。这是咱会当思考的。因为可能有的人，比如讲咱讲田寮好啊，即个咱即摆看到是上明显的。有的人可能会烦恼讲，真诶无红影出世，只剩老大人，剩即寡老大人以后，因可能以后都无田寮人啊，安尼嘛。安尼会话有人若会怀念家己故乡的时阵，要安怎？怀念就转来啊。所以其实我嘛是会感觉讲吼，咱除了讲。干那咧鼓舞讲少年仔转来，其实我最近嘛甲朋友咧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啥那咱袂当鼓励着遮个中年人转来，像阮即摆安尼40-50岁转来，其实嘛是有可能有机会会当做真侪代志啊。所以无一定是少年仔转来尔，中年你想思念故乡啊，你嘛当转来，而且真侪中年转来是因为爱照顾士大人。对，所以这拢是会当讨论的议题啦。免加想讲青年转来，就是加专注伫迄个问题，会使想搁较远、搁较多元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像咱新个啊，伊长时间咧关心咱台南的一寡在地议题，一定嘛拄着咱头先拢咧讨论的人口老化，是讲少年人出外去食头路。所以就你的感觉来讲，安怎的人口结构对台南来讲是好的？其实咱即摆伫台南的，不管是安南区也好、永康也好，其实咱嘛会发现讲，一寡市区吼，像我进前读的国小，是足大间的国小，但即摆一个年级剩3个班尔，萎缩了真严重。但是我拄仔讲的永康、安南区遮个所在国小，即摆可能一个年级有10几个班，这就表示讲，其实咱是希望有更较侪囡仔转来无毋对，但是咱其实会当眼光看互较远咧。囡仔就是遮侪情形下，安那互遮个囡仔摕到更较好的即个生活品质也好，教育品质也好。其实我是感觉讲，这是刷落来爱去思考，莫干那想讲数量尔，爱想的是即个人口的品质是安怎。当然老大人、士大人愈活愈久，这对咱来讲当然是好代志啦。咱即摆爱想的是讲，因愈活愈久的时阵，要安怎互因伫即段时间活了更较好势。更较舒适，愿意转来的人，因伫遮嘛会当摕到更较好的生活品质。这是咱应该即摆思考的代志。因为咱讲无生囡仔即个问题，其实嘛毋是讲可能经济压力，有的人是丁克族，伊就是无要生，伊这嘛毋是讲一寡经济压力所造成的，所以。生育率若是暂时无法度提悬，咱是毋换一个方面来思考，讲老年生活要安怎替因安排，也是像你讲的，咱的学生就是遮尔济啊，咱要安怎替因安排就对。而且咱一直咧讲即个提高即个生育率吼，真侪人拢会讲头几年逐个月开偌济钱安尼，其实真侪父母咧烦恼的，毋是即个几千箍的即个钱吼，因咧想的是因的囡仔出世了后面对的是啥物款的世界。若是讲整个台湾的社会的环境较好。不管是教育也好、经济也好的环境更较好的话，因想要生囝的机会的望就会更较侪。所以像新个啊，你成立5档以来啊，敢有一寡团体嘛，甲
甲恁来做伙交流，参考恁的做法，就是讲搁较侪人来关心在地议题，就等于像头先讲的，咱的地方创生会有一寡活力入来。其实即马伫地方真侪少年仔拢有转去伫咧因家己的家乡做真侪代志，比如讲伫七股有即个股份鱼乡也好，譬如讲阮伫左镇也有一阵少年仔咧做代志，关庙也有，所以其实毋是无，是咱有发现无，咱其实是爱加开一寡时间去了解，咱即个乡土内底少年仔因即马咧想啥，因有结做伙要想要做啥物代志无？其实是真侪啦。是，真侪人讲到即个人口流失啊，就是想着是竞争力甲国家安全的问题。咱阮林理事长来甲咱现场嘛，提供无共款的思考方式。感谢阮林理事长你提供即个新观点，互咱对人口即项大代志有无共款的思考。嘛，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礼拜再会。厝吼愈来愈老化，即马有的少年囡仔伊就无爱大，种剩下老的住伫这原地内。